加拿大聯邦政府正喺度研究改革快速通道移民制度，有高薪工作聘請嘅人可能更容易申請永久居民身份。當局同時提議改革部分工作簽證申請人嘅語言測試要求。加拿大現有嘅快速通道移民制度，透過積分評估經濟類移民申請人，考慮因素包括年齡、教育程度以及加拿大工作經驗等。分數最高嘅人會獲邀申請永久居留，而高分者普遍較年輕、教育程度高、具備專業技能，並且能夠流利使用加拿大一種或兩種官方語言。加拿大政府正考慮新增一個類別，為擁有加拿大本地工作經驗或者薪金高於全國薪酬中位數嘅人士提供額外加分。呢啲職業可能包括醫生、工程師以及重型設備操作員等。目前已經有超過11萬人正喺度等待透過現有快速通道類別處理永久居留申請。另外，加拿大移民部亦打算針對部分工作簽證申請人語言測試要求進行改革，包括開放式工作簽證、配偶開放工簽、畢業後工簽、打工度假簽證等。當局提議授權部門要求部分申請人提交第三方機構嘅語言能力測試成績，嚟證明申請人英文或者法文能力符合要求。目前呢項政策仲未生效，移民部亦未確認措施會具體影響邊啲工作簽證類別。不過最新嘅監管更新顯示，提案已經從2025年嘅初步規劃階段推進到更後期階段，接落嚟預計將進入30日嘅公眾諮詢期。無線電視記者楊卓倫報導。